欢迎收听10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拉记的8章15到20节。我在这里，我爱你。此时此刻此地的你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今天的经文讲到以斯拉，他用一生来回应爱主爱上帝的生命，而今天也在提醒，也在鼓励基督徒们，如果我是基督徒，在我的生命中，那最优先的顺序是什么？那最优先需要做的是什么？所罗巴伯在他的生命中领受那爱上帝的表达，是从听，然后从做，兴起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接续他的以斯拉也领受也听上帝在那个时代邀请他，呼召他兴起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洁的敬拜。而今天在世界各地的你和我，基督徒们，上主的话，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听到了什么，是我们要去行出来，那最优先需要做的。在新约的时代，当耶稣在服事的过程中，当时好像最懂上帝律法的法利赛人就问过他，在这么多我们要实行的上帝的心意跟命令中，那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今天 RPG 的经文祷告就在讲耶稣的回答。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耶稣回应他们说，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第二条也一样重要，你要爱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耶稣回应我们这些上帝所爱的人，这些跟随上帝认识上帝的人，上帝最要我们做的，最要我们遵行的诫命，最要我们遵守的命令，就是要爱主，爱我们的上帝。而这样的爱在希腊的原文讲的是阿嘎培的爱，就是我们在暑假期间平常的时候也会看到，在迦南教会许多人会穿那个 T 恤，上面写阿嘎培。阿嘎培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爱，毫无条件的爱，而我们的上帝是以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愿意让今天 RPG 祷告讲话的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死，甚至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他对我们那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爱，是没有任何事物，生跟死都没有办法隔绝。上帝就是这么爱你，上帝就是要我们也这么爱他，用我们全部的心思，全部的生命，全部的聪明来爱他。而我们可以思考，如果上帝是用这阿嘎培的爱来爱我们，并且要教导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回应，我们可以想象，那我们会是一个会爱自己的人吗？耶稣随即就说啦，我们如何接地气的活出那个爱神的生命，就是要像爱自己一样来爱身边的人。但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许多的人来自破碎的家庭，就好像牧师正在讲的时候，牧师也是在一个不完全的原生家庭当中，可是完全的上帝却将我们一个一个在我们原生家庭有这些缺乏软弱的里面，透过我们信仰上帝，我们回应上帝的爱，我们领受上帝的爱，我们被上帝的爱来医治，我们被上帝的爱来激励，我们被上帝的爱来兴起，我们学习像爱自己一样来爱身边的人。今天的以斯拉就在这样的一个心意里面来行。第7章说到以斯拉是一个一生遵行研究上主律法的人，并且他不只是研究遵行自己而已哦，他还要教导身边的人一起来活出那个爱主爱上帝的生命，爱主爱上帝的生活。就在今天的经文中，当遇见一个环境真的是缺乏软弱，有需要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以斯拉可谓说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尽心尽力尽意，全心全情全意要呼召人啊，我们要一起回应，我们要回应上帝，我们要回到上帝的圣殿当中，我们要重建上帝的礼仪，上帝的敬拜。可是这些过去曾经在信仰中失落，甚至他们离开了信仰的利未人在哪里呢？以斯拉没有气馁，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若是要成就，那我们就是参与在其中，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同行。于是今天的经文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以斯拉在那里召集以色列人，发现民众中有祭司，但还缺乏利未人。他想尽办法，全部的聪明，全部的心思，要找到这些利未人，愿意回去，愿意一起来重建圣洁的敬拜，圣殿的敬拜的这群利未人。他在这里说，由于上帝仁慈的帮助，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很能干的人，是利比，他是属抹利宗族的利未人，也就是他是利未人的后代。他的儿子和兄弟共18个人跟他一道来。在这个回应的过程中，他没有说就是我很厉害，我找到了这些人。他是说上帝仁慈的帮助，他将荣耀归给神，他毫无保留，毫无悬念，毫无条件，也在回应上帝的恩典。我们都知道人仍然有缺乏，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得很好，不是说我们都不会遇到困难，也不是说在这些当中我们没有自己的缺乏跟这些性格上叫特质上的缺乏。然而以斯拉就是定义要呼召这一群当时在巴比伦可能已经转业做其他工作，因为在那里没有这个圣殿的敬拜，但这些利未人要吃什么，要喝什么，当然很有可能就是转做别的工作。然而如今机会到了，能够一起来同工的机会到了，能够做回你主业的机会到了。我们的主业，基督徒的主业是什么？就是耶稣说的话，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主业，却也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挑战。但是以斯拉他在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见，他努力尽力将荣耀归给上帝，并且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如同圣经对他的形容，一生研究遵行，并且教导以色列人敬拜上帝。他活出他一生的呼召，他活出他一生被
上帝带领爱上帝的方式。其实在这个 RPG 经文当中，他讲到的可说是可以贯穿整本圣经。这些圣经中的人物，圣经中在讲的律法，什么是最重要的？真的就是爱上帝，爱人。而今天的我们也正在被邀请爱上帝，爱人。上帝透过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需要，也在这些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面对到此时此刻此地，就在台湾，就在桃园，就在迦南教会，他也在呼召邀请你来爱他，来回应他，来跟随他。而实际上的行动跟表达会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透过耶稣的话，真是开展我们的心，开展我们的想法，开展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每一天都好像在校正，好像在归回。就像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回圣殿，归回圣殿的敬拜，归回那爱主的心。你也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是来到你的面前，听见你对我们的心意，听见你对我们的爱，听见你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呼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话语，透过这本圣经，透过这个环境，透过这个世界，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你的爱无人能够阻挡，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隔绝，也让我们看见你对人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出那你创造我们的美好，更是看见在现今的环境中，就在今天我所在的地方，有什么样的需要，我可以来回应，带领人，带领我自己来爱上帝，来活出你那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爱。恳求主你来恢复我们，恳求主你来医治我们，恳求主你来安慰我们，更是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你在今天来经历上主邀请你爱他，回应他，跟随他。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